典礼上师三宝，典礼尊者巴珠仁波切。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要分享的是巴珠仁波切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教言。这个教言名为初始发言莲源格物初始发言莲源格物。那个莲源格物呢，它又是一个初始发言。这个初始发言的意思就藏文里面就拉出当吞比大，也就是说巴珠仁波切专门宣讲给他的一个弟子的就是出世间的这个佛法的开始简单来讲就是佛法的开始，也在里面讲了非常多的这个人生的道理。所以这个一个普通学佛的人来讲也非常非常重要。其实里面也包含了大圆满前行的所有内容，应该说是大部分内容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特别讲到破瓦法，或者类似有些极少数的内容，但是大致上呢都已经讲了。除此之外呢，这是一个在藏地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这个诗文的一个这样的大作品。所以现在很多各界不同研究文学诗词的都必须要谈到这个巴珠仁波切的这个莲源格物这个著作。因为这是在巴珠仁波切的时期，也可以说是这个在藏地的西藏的这个文学历史的一个里程碑它就是一个里程碑。所以这里面的这个内容的这个文字的部分呢，也就非常非常的特别非常优美。从文字方面我们可以学到非常多的东西。但是也这个如果我用中文要解释这个文字，其实也不是非常非常简单。但是我会尽量我们一起来就学习这个巴珠仁波切的初始发言，也其实是初始的佛法教言。这个发言就是佛法的教言。那首先呢，我们稍微的看一下巴珠仁波切的列传吧。因为这个列传这主要是我们要知道谁是巴珠仁波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要知道巴珠仁波切所著的这个初始发言的这个内容所以我们本期的节目其实现在我站在这里讲的是专门是针对这个荣尊佛教频道，我想每周一次，而且每次30分钟左右的一个内容，也一系列的
跟大家分享这个佛法。大家也要记得要关注、订阅，然后就分享这个荣总佛教的频道。这是我们以共同发布式分享佛法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里面呢，并不是只有我的教师是传播佛法什么的，都是只要是对这个内容觉得对有些人可能有帮助的，然后大家一起来这个分享这个佛法的现在是网际网络各媒体的时代，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能力的，所以现在我们直接看慧光集里面的前面有一个巴智仁波切的一个列传，我没有要这个讲从头到尾，因为现在资讯非常发达嘛，你只要愿意输入巴智仁波切的名字在谷歌里面，其实就应该会出现所有相关的很多巴智仁波切的这个资讯相关的一些列传这个教研等等。所以我现在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巴智仁波切的这个列传的我们要简略的就介绍一下巴智仁波切是什么，就是这个是谁。这里说初始发言陵园这个歌舞伎前中后三山法语两本著作也是巴智均为这个19世纪藏传佛教四大教派所共同这个推崇的，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高僧大德虽然他们有不可思议的功德，但是他们的事业和成就很多时候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但巴智仁波切不是这样的所以我现在大家一起看一下巴智仁波切这是巴智仁波切我们现在也就是熟悉，这就是唐卡画出来的，当然就是巴智仁波切。如果我们要修这个巴智仁波切的上师瑜伽，或者当我们闻思学习巴智仁波切的时候，巴智仁波切的任何著作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巴智仁波切的他的这个专辑对这个巴智仁波切的这种发想，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普通的学术的学习和我们学习巴智仁波切的态度的应该是要不一样的。也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学习巴智仁波切的著作，我们要视为巴智仁波切的著作就是他的代表性就是代表巴智仁波切的，其实是真正的巴智仁波切的身口意的功德全部在这个他的著作里面，用这个他就是巴智仁波切的著作，其实是巴智仁波切的化身所以呢，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心情，我们经常学习这个巴智仁波切的这个大圆满前行引导文也是一样。所以巴智仁波切的所有著作，尤其是巴智仁波切所讲的这个如菩萨行论的传承，现在在全世界的这个范围的藏传佛教的如菩萨行论和菩提心、菩萨戒的传承都是最主要的这个传承，就是来自于巴智仁波切。巴智仁波切的这个菩提心的传承呢，已经是这个所有五大教派就是统统他们的传承里面就已经接纳就是他们都是视为巴智仁波切的他们的这个如菩萨行论的菩提心的菩萨这个戒的这个传承上持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那我们现在回到那个
嗯，OK，不知道刚刚是不是按错了什么的啊？如果现在大家 OK，所以呢，这里说巴祖仁波切是什么呢？就是四大教派共同推崇的一个大师，而且他叫大智成就者，巴祖仁波切，他的全名呢就是沃金精灭初级王波，那他有很多的作品。当中我们即将要学习的这个出师法眼和这个灵源谷，还有这就是其中一个，还有这个牵线，这是另外一个，但是这次没有要讲，这也是代表性的一个著作。但是还有就是最有名的，大家知道的就是普贤上师演讲啊，全部是全部都是，所以如同。这个第一是江原亲自王部仁波切写给巴祖仁波切的七亲文当中所说什么说呢？因为现在大家知道宗萨尔江原亲自，他的第一世叫做江原亲自王部，那个江原亲自王部有专门写给巴祖仁波切的，因为当时在这个藏地，尤其在康区的这个宁玛盖举萨迦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胶囊派这个传承的这个共通的这根本上是其实是加王钦哲王博他是非常不可思议的立灭的推动者，或者一个这个立灭方面的就是前所未有的有成就的一个大师，所以他写给巴祖仁波切的一个七星文，他里面说外入佛子即天尊，内入成就大什么成就自在在夏瓦日自在这夏瓦日密入圣尊观自在这个翻译还没关系反正就是说外内密的这个从外向。外向是什么意思？就是从外面普通人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巴祖仁波切是什么呢？就像吉天菩萨一样，就巴祖仁波切和吉天菩萨是一样的。所以吉天菩萨是印度的那连陀的这个班智大成就者里面最有名的这个菩提心，这个弘扬菩提心的，也就是这个如菩萨行论的这个呃呃呃作者所以他说就是外入佛子即听菩萨尊，内入成就大自在夏华日，夏华日是80位大成就者当中有一个叫做印度的这个大成就者当中有一个叫做夏瓦里，夏瓦里是梵文的名字就是这样的。内密就是更深的，他的这个最高境界呢，就是跟观自在菩萨无无别的。所以呢，究竟上就是巴祖仁波切是观自在观世音菩萨的化身，OK 是这样的。所以巴祖仁波切是生于东藏，然后就是扎曲卡这个扎曲卡，然后就是这个扎曲卡的这个地方然后呢，还有年幼的时候，他就是扎曲卡是现在是甘孜州17县的地方，但是这里写成锅楼，但是我们经常不会这个扎曲卡视为锅楼，但可能是稍微的有一点点这个地方是这个写法不是很正确的然后呢，就是主要是这个扎曲卡，扎曲卡就是现在的市区县那一带，所以他年幼的时候，也就是第一是多智钦，现在的这个写法我们经常用多智钦，是不是这样写的？但是没有关系。仁波切认定为
他就是一个叫做巴给桑登彭索的转世，也就是第一世巴祖仁波切的转世。所以然后就他就是这样的他呢然后先后移植了一个叫做多拉精密嘎桑，还有精密还有反正有好几个就是但是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来呀尊智啊，所以呢，就是这里呢特别，因为我们要大概的讲一下就可以，所以是他的上师无上大圆满隆尽的心绪持有者是什么呢？谁呢？精密加瑞牛狗，就是如来呀尊者如来呀无为加瑞牛狗是如来呀尊者。那在如来呀尊者是他这也是杂须卡的，他是如来呀尊者是精密灵巴大师的四大弟子之一。那他从他那边呢，巴珠仁波切接受了这个35次龙井心水的谦信这个谦信的教学都重复的学了25次。这不是因为巴珠仁波切不懂这个谦信的内容，主要是要训练嘛，所以练习要心相续当中要产生无价性的这个功德，要圆满的话呢，要不断的要重复的。所以这种修行本来就是一种重复性的一个训练所以这个训练呢，他做了25次。我们现在一般一个人完成一次的无价行都很不容易巴珠仁波切完成的25次了并圆满了25遍的龙井心绪的前行巴珠仁波切就是这样的所以还有他这里也有其他一些巴珠仁波切的上师等等那就这些我觉得不需要特别讲但是因为自己要有兴趣的就可以去看。那巴珠仁波切的风格是修行的风格是本来因为巴珠仁波切是有专师诸葛的一个这个头衔，因为从小认真的，你们也知道，在藏地被认证为一个上师这个专师的时候，有人说这个诸葛，现在汉地有些说活佛就是这么有一个高的一个活佛这个说法也不被藏人自己接受，因为这个不是正确的一个来自藏地的一个怎么说藏文的，不是说活生生的佛，但是有可能是就是成远再来的佛菩萨高深大德的这个化身转世，这不一定都是活佛但是所以这个汉地的这个用法和藏地用法有时候会有很多差异。无论如何在藏地呢，这个转世诸葛有相当的地位，他其实是有权利继承前世的资源，还有什么有任何的财产权利的继承者，所以他可以从小就是当然也要有一些修学上传承接受传承的要求，也要辛苦一些。但是呢，基本上呢，他可以待在一个寺院里，从小就他可以在一个寺院里做一个住持的身份什么的。但是巴珠仁波切没有被这些外在的这种虚伪的很多的这个制度的这个框架里的东西困住了。而且巴珠仁波切说，因为他有一个伟大的母亲妈妈。母亲说：“哎呀，这些你不要，你自己要好好的闻思修，你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不要因为你有一个专职的头衔，你不要因为是这样，一定要在寺院里，一定要按传统，就是要这个带领这些僧团，然后就是带在这个寺院里，而且为他们做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行政方面要管理等等。”所以他的巴珠仁波切的母亲是不鼓励他从小就是要接触那个新菜
啊，或就是这个做各种各样的寺院的这个东西，所以巴珠仁波切后来也说，我有一个因为有伟大的这个母亲啊，所以就巴珠仁波切我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这也是巴珠仁波切成就背后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所以巴珠仁波切四处运游是，就是说那个呃，犹如莲花不着水，一如日月不住空的，这种巴珠仁波切有可能会去到处各地，但是也不会因为某一个地方、某一个人、某一个这个什么而巴珠仁波切有什么产生什么执着啊，离不开、放不下，不会有这些。所以呢，巴珠仁波切就是云游的时候，然后呢。群刀猎人不再杀生，禁止一种血肉共生的习惯，因为以前可能有一些这种民俗的不太好的习惯，在有一些地方，所以巴珠仁波切在普贤上师言教里面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一点。所以呢，巴珠仁波切禁止了很多地方的一些不好的这些习俗，禁止了偷抢。当然肯定是啊，所以等等，所以因为巴珠仁波切很特别，他就是一个人这样的这个一个云游，但是呢，所有人都听巴珠仁波切的，一听到巴珠仁波切的，这就是没有人就是心不产生那种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特别的那种一个尊崇的这个因为巴珠仁波切现实相续当中有彻底的这个无私的菩提心嘛，所以就是经常他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巴珠仁波切的传记里面也有些啊，大的这个藏文的巴珠仁波切的一个弟子康波滚巴，这个所写的巴珠仁波切的传记里面写的比较广，还有第30多支钦也是巴珠仁波切的弟子，他也有写巴珠仁波切的一个传记，所以这里面都有，所以经常公开演讲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教法，然后呢，他尤其是一生当中，不论到哪里，一定讲述入菩萨行论啊，这就是四大教派的入菩萨行论，大部分呢就是来自于巴珠仁波切的这个传承，而且他广受了四大教派的尊重啊，所以这就是巴珠仁波切特别的一个地方。所以更神妙的是，每一章讲这个入行论的时候，都会这里面说每当，但是巴珠仁波切的专辑里面说，在左青寺的狮子山那个写了啥吉祥狮子的这个佛学院，现在的也有。那边就巴珠仁波切的讲那个入行论的时候，每年那个阶段会出现一个特别的黄色的金黄色的一个花，这个花好像有这个几十变啊，不会一般在这个地方出现的一些特殊的花，所以这个花后来称为君君灭道，也就是说入行论花啊，入行论花。所以我这下面有写了啊，所以这个长出一种，这是真正这个具体的这个公安就来自于这个左青寺，巴珠仁波切在左青寺的讲入行论的时候，就也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发生事情，所以一种50瓣、30瓣的这个金色莲花，这个西藏人称此种花为入行论花啊，然后这里说王西巴珠仁波切传讲入行论的地方，现在仍有这种花，那就可能是左青那边是一直有吧是这样，但是我自己没有亲眼看过是这样的。但是这个专辑里面，巴珠仁波切在左青是讲入行论的时候，而且每年讲嘛，所以每年讲的时候，同样的时间就出现这个花的这个故事是真的是有的。所以巴珠仁波切一生当中自立放民，亲近文思修，在利他方面呢，以传讲辩经著作3种方式来
亲近这个度众，尤其是在这个大圆满龙井心水的发脉最这个衰微的时刻，那重新呢，因为宝珠仁波切而形成这个广大，然后就现在这个金刚心药的这个教法了啊。那这里面说宝珠仁波切圆寂的是1887年。宝珠仁波切那个时候是已经80多岁的时候啊，所以就是身世融入法界，其中要所有著作，这里就说宝珠仁波切的这个重要的著作，还有弟子的部分在前面，全知密方仁波切、多智钦、但比你们就第30多智钦，还有福藏大师利如林巴是这个法王如意宝的前世啊，前一世就是利如林巴宗旨，都是这个，还有格鲁派的大格西，萨迦派的一些大堪波，很多都是宝珠仁波切的弟子啊，甘居派的也是。所以其中要著作有普贤上师演讲，还有弥勒法注释，出世教育，就是我们即将要讲的这个部分，所以呢，这就是关于宝珠仁波切的列传的部分呢，我们今天大概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呢？今天的部分呢，大概是这样，但是我现在稍微的，想看，OK，我们还是可能有一点点的时间，呃，来看一下这个，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内容啊。这个今天要讲的内容呢，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初始发言灵源格物灵源格物，这个灵源格物的一开头把主人不就说 Om 是一种吉祥的一个特别吉祥的一个一个文字，这个文字呢就是 Om 阿吽经常我们就是用念这个 Om 阿吽的时候，就是这个 Om，也就是这样。那 Om 满字儿，藏文叫 Dikki 哦，中文翻译就是说金刚瑞力菩萨这个瑞力菩萨是那个文殊菩萨的另一个名称，就是叫做金刚瑞力菩萨金刚瑞力菩萨他是这个就是将这个出世发言这个灵源格物的这个开头的时候的一个立赞文，还有比较详细的立赞文说一切吉祥最吉祥，名成吉祥灭名成，高速顺利正法长，然后庄吧，应该这个文殊至尊赐护持这就是一个祝福的一个礼赞文，也就是这个里面呢，就也有礼赞的定理的意思，也有祝福的意思也就是巴珠仁波切呢，对于所有的这个歌员不是那个灵源歌舞的这个读者学习这个灵源歌舞的后者的一种祝福因为什么呢？要学到这个神圣教法的内容，也拥有这个殊胜的智慧，也要这个获得这个人生当中的这种这个学习佛法的这个殊胜的成就和智慧的话，那就是要拥有那个智慧本尊的加持了所以经常我们也就是知道
这个文殊菩萨就是智慧智慧的菩萨，所以呢，就我们读书的人都要，考试的人也都会去拜。所以文殊菩萨是这样的，在汉地也是这样的，他手上有这个慧剑啊，这个拿着一个宝剑，那个宝剑呢就是要砍断一切的这个我们的疑惑啊，所以不清楚的这些所有的这种无明烦恼所以文殊菩萨的手上为什么还有一个那个手上还有持有金卷，金卷就是代表这个佛菩萨的智慧，或者世间出世间的一切所有的智慧这个都是也代表金军来代表，所以呢，我们就是去怎么说殿里文殊菩萨、瑞力金刚瑞力菩萨或者文殊菩萨是这样的功德，所以一切吉祥那个来自于文殊真实明经里面就有这个有些记载这个都是不是放在合在一起的，但是就是每一集都是出现在这个很特别的文殊真实明经里面，也就是这些的偈颂里面的都是文殊菩萨的悲名。OK， 这也是这个金刚那个佛陀亲口宣说的这个文殊真实明经一个无上密续的一个密续这个虚部这个里面就是有一切吉祥最吉祥，然后扎不扎西念扎个，就是说名称吉祥，然后密名称，然后呢就高书，还有那个这个顺理正法的状，然后呢就是说文殊至尊，文殊就是智慧尊，所以你讲不离西先吧，他就是至尊，就是智慧尊。这个智慧尊在三摩夷尊、智慧尊，这也是有时候在密法里面特别强调的。智慧尊是什么呢？就是所有佛菩萨的心间的智慧本尊就是文殊菩萨，所以其实是所有佛里面的，还是他们的佛里面的这个佛的这个那个心间的这个智慧本尊就是文殊菩萨，所以文殊至尊次护持。以后这样讲所以接下来呢，就是说摩舍有一次，这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比较虚拟的。那么说呢，它是虚构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本身的这个背后的人呢和事呢，是真正当时发生的，而且巴珠仁波切自己和他的上师如来呀、尊者都是这个故事里面的角色。非常有意思。如果我们现在把它变成一个卡通，或者用这种变成一个剧本来就是拍下来的话，肯定会非常有意思的这就本身就是一个剧本这个大家要知道这是一个剧本。所以呢，这里说摩舍有彼曾这就是有水林天尊慈父。结林王之秦岭，林花于切杜母盛居之地，高峰莲花山下，就是这个现在正在描述这个地段，他们所发生的这个故事所发生的地方这个故事发生的地方是什么呢？有水林天尊。水林天尊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所加持过的地方。结林王者，我觉得这个翻译稍微这个藏文里面说让兄斑马结果，应该是说自在灵王秦林的这个自在灵王应该不是戒律的戒，应该是自在灵王的这样翻译可能比较好这个自在灵王
的这个亲自将领这个到达过这个地方，也就是莲花生大师，因为那边有一座这个深山是莲花生大师的山洞啊，我现在可以分享给大家看一下啊，嗯。哦，这里就是莲花生大师，这座山，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其实巴珠仁波切当时这个故事发生的地方，应该是在这个地段啊，我自己也去过的，我20年前就去过这个地方的啊。所以还有今天找到另外一个故事，那个哦。我今天找到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呀，哦，这个也是比较清楚，就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一带全部都是这个包珠仁波切的这个林苑格物的这个里面所出现的真实地段，而且巴珠仁波切就在那边有一个小小的山洞，巴珠仁波切就在那个山洞的时候，就是写下这个林园格物啊，所以那我们就要下一期的这个节目里要继续就一起来看我们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就像一个很精彩的一个连续剧一样啊，这个就内容真的很不可思议。阿弥陀佛，这是对的。